众之一啦吼，中团你咱在咱闽南的联合吼，咱的国安智慧大所创立的吼，咱到今仔日已经我叫第六代吼，第代的李顺中书吼，咱的陈义第几是咱的目标。后集团发展到咱今仔日，因为伊的独特字卡吼，演变无简单，来换来的分享吼，这份国家咱中国大陆吼，国家第一位武术调查组第行政中国大陆第一位分享吼，是咱2009年是福建省人民政府文化厅教育省级维护的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是咱2011年是咱中国大陆国务院文化部授予国家级维护的文化遗产保护报告。现在咱这团员因定这个年会吼，拢是50多个，这样看起来大家是非常提供非常少年的吼，咱等下看到发一些精彩的计划吼，请咱大家同时去甲拍一波帮来加油一下吼。这几年拢50几岁吼，会当讲你文化功夫吼，正面了吼，不头正软了之个吼，这种运动为了好个体。咱在座用一个大声吼，来点声来加油吼，当声是中年人吼，我今年话吼，我伫53岁左右者吼，看大家骹手非常勉了吼。这个叫地势。
神了。哦，精神了。这是大陆无电的大陆无间地区。筋骨它很柔软，四边都要筋骨。
就来加一点哦。
你看人拍鼓的人吼，就拄着礼貌吼，你拍鼓纪念，说不但将咱大家做咧行礼吼，准分出叫做鼓笛吼，是非常重要的。脚步的功夫后，火腿夹腿。加油！来感谢谢谢非常欢迎咱福建咱地军军来入会这次来到咱台湾来参加咱蒋介石咱国际军大年会的演出做一文化的交流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头壳是掉的呢。咱再来特别邀请咱全国代表。咱河南中山少年队咱大家都知影，咱少年功夫大天